是你杀了我的亲生父母，我要杀了你！天后，是你假借白绝之令，诱我来苍穹之境的。不错，那道令语是本君所画。你冒充真神至尊，就不怕白绝降罪于你吗？降罪？只要你死了，这世间还有谁知道你的存在？又有谁能因为一个消失的人，降本君的罪？我乃青之宫长坐，你觉得古君上神会善罢甘休吗？哼，他不善罢甘休，又如何？果然是火凤，你当年降世之时就该死，老天侥幸让你活到了现在。可是你不知死活，偏要回梧桐林寻找身世，还想要夺回凤凰之位。凤然，你有今日的下场，全因为你不知满足，贪图太多，咎由自取。你见过我降世？我果真是梧桐林凤族。那我的亲生父母是谁？他们为何要抛弃我？你不知道？好，本君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你的母亲是凤燕，是浴火重生之凤，是凤族唯一的火凤。可是她不顾凤族必将成为上古神兽的使命，私自与梧桐之族无隙，避世苟且。你就是他们的孩子，所以你也继承了火凤之身，有着凤凰之尊。如果我真的是凤凰，那我出生的时候，他们为何要把我抛弃在渊灵沼泽？自然是因为本君，我怎能容忍这世上有人比我还有资格成为凤族之主？所以我派人跟踪他们，让丹凤杀了他们。可没想到，他竟然将你留在了渊灵沼泽，留你一命。是你杀了我的亲生父母，我要杀了你！12时辰之后，你便会被这个浑元大法吸干灵力，化为骨血灵丹。只要本尊吞了它，便可以成为真正的凤凰。凤然，你的仇，生生世世都报不了。今日，本君将双喜临门。